客家人的集體回憶，元龍茶果被譽為香港後花園的西貢，是我可愛的家鄉。走在舊墟那彎彎曲曲的街道上，總會勾起許多朦朧而美好的回憶。早年逢年過節，家家戶戶蒸糯米、釀黃酒、爆米花、做米橙、炒米粉、打米餅、搭米粉、蒸茶果，有炮谷餡的、芝麻花生餡的，還有艾本、粗麻葉本、蘿蔔本、喜本、雞屎藤茶果等等，種類繁多。然而最令人難忘的還是元龍茶果，蒸籠約高1尺，直徑2尺多，簡直可以稱得上是茶果中的巨無霸。一個茶果3斗米，從浸泡到搭成粉已經用不少時間，然而把紅糖融化以後逐小撮加入粉團揉合，更是十分費力氣。蒸的時候水還不能太滿，火候又要適宜，足足要蒸1日1夜。這項考驗體力和耐力的工作，要我阿娘、伯父的妻子、媽媽和嫂嫂輪流去做。從前燒柴草，家家都留喺老柴頭蒸茶果用，從搭粉到蒸熟再攤冷，至少要1個星期。開茶果更是大陣仗，要2個力氣非凡的壯男用粗鋼線對拉，陸續把元龍茶果分割成一塊塊本，很多人圍觀，不停歡呼喝彩。客家嫂仔回娘家，元龍本和豬肉缽是一定要帶的。小時候問大人，為什麼我們客家人要通宵達旦辛辛苦苦蒸大茶果？他們說是祖公傳下來的習俗。2008年7月，46座福建土樓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金南客家遺屋申遺工作已啟動多年。2012年11月17日，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在北京公布，金南遺屋名列其中。看到客家搖籃金南圓圓的遺屋，客家祖地閩西圓圓的土樓，世界客都粵東梅州圓圓的圍龍屋，我想客家的歷史是一部血淚史，千百年來客家人不露藍紐，歷盡磨難，一路遷徙倍嘗艱辛。我們的先輩再從客家大本營南移，遠離祖居地，遺屋土樓和圍龍屋夢縈神繞，過年蒸元龍茶果，意寓團圓及寄託對故土的思念。茶果也代表大地恩物，如果遭遇饑荒戰亂，吃糠咽菜充飢，哪來米糧做茶果？所以客家人希望子孫後代懂得珍惜感恩，讓甜在心頭之物與人分享。正正因為元龍茶果有很深的意蘊，這些年與客家鄉親聚會，都不約而同地懷念起元龍茶果來，都記得放在屋檐下留喺蒸茶果用的老柴頭。元龍茶果已經成為我們客家人的集體回憶了。2013年1月21日，知道客家後生阿傑、陳家傑要學做一個3斗米的元龍茶果，我和鯉魚門葉柏強、歷史博物館黃乃坤和余永恩、周樹佳、張景佳、黃淼詩、余佩華等一班朋友去鹽田仔陪他。這次我終於有機會體驗熬夜蒸元龍茶果了。淡淡的蒸汽飄向抽氣扇，蔗香、米香在溫馨的居室彌漫。精力充沛的淼詩興奮不已，無法入睡，正好與他徹夜長談。累極了的阿傑則身曲膝倒在沙發上，正在酣睡，直到凌晨2點，老柴頭燒完了才忍心把他喊醒。看到操勞了一整天手把手教阿傑的柏強蓋上薄薄的軍毯進入夢鄉，想到白天一群人忙碌雀躍的情景，我沉醉在甜蜜之中，因為這一天對我來說有別樣意義。1941年12月8日炮聲隆隆，日本侵略軍攻打香港。12月25日黑色聖誕日，香港淪陷，3年08個月的苦難開始了。爸爸帶着一家人逃難，先上北港坳堂這家，聽到一位被找去做苦工的村民回來說，日軍到處殺人，又連夜下山。鹽田仔的陳長伯伯是幫我們家漁欄開船的，於是馬上坐船去鹽田仔，以為會安全些。只過了幾天平靜的日子，一天上午，有艘扯着日本旗的船駛向鹽田仔，村民紛紛離開居所逃命，一時間雞飛狗走。媽媽背着2歲的哥哥，阿婆拖着4歲的二姐，孩子在背上哭，槍聲在背後響，連滾帶爬跟着躲進叢林。
黃昏時分回到村裏，見到的是洗劫後的一片狼藉。幾位行動不便留在家裏的長者說，來的是土匪何成年，他指名道姓要找徐官生，找不到他要找他兒子，企圖敲詐一筆贖金，但大家守口如瓶，挨了一頓打都沒有說出來。鹽田仔也不能停留，陳長伯伯又連夜開船回西貢，渡海途中，日軍的炮彈在上空飛過。小時候常常聽爸爸媽媽講這段往事，要我們兄弟姐妹記得，鹽田仔鄉親對我們家有恩。感謝上天的安排，是一種說不清的緣分，讓我這個當年還未出生的女兒，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聚在我爸媽曾經住過的陳長伯伯的舊居，陪阿傑學做客家人的元龍茶果，讓薪火相傳。徐月清寫於2013年1月23日。